歡迎大家返嚟講角觀察嘅角落。今日我哋講下最複雜亦係最漫長嘅一種親子關係。當孩子成年之後，新春將臨，係一個家人歡聚嘅歡樂時光。不過，有啲人會覺得面對緊壓力而難以處理嘅親子關係成為依家嘅熱門話題。近年，一種情感引起西方媒體嘅關注。親子關係中嘅成年子女，對於父母嚟講，當孩子逐漸長大、離家、組建自己家庭嗰陣，彼此嘅互動變得越來越困難，係疏離定係緊張？係呢個時節特別明顯。當孩子長大成人時，親子關係就開始進入一個新嘅令人困惑嘅階段。但係市面上幾乎冇任何指導資源可以幫助家庭度過呢段難關。喺育兒初期，父母可以不斷參考各種資源，從斯波克嘅嬰幼兒護理常識開始，喺1946年出版，作者有生之年賣出近5000萬本，開始咗一個龐大嘅育兒諮詢產業。想教幼兒瞓覺、自行如廁，或者更大啲，點樣引導佢哋面對青春期嘅困擾？你隨時可以喺教科書或網上資源度過。不過，一旦孩子長大成人，呢啲神奇指南嘅魔法幾乎全數消失。但係孩子18歲之後嘅親子關係，時間會最長，有啲方面係最令人焦慮、最唔肯定嘅父母階段。類似育兒早期參考書嘅只有走向30歲家長指南，呢本書聚焦喺子女18歲至29歲，探討呢個成年初期階段點樣打下之後關係嘅基礎模式。不過，當孩子30歲之後，一切都仲有好多變動。近年流行嘅大眾心理書籍如情緒勒索、關係黑洞等，可以幫助父母檢視自己嘅教養方式是否導致關係上嘅困境。但係呢啲書籍仍然唔似幼兒同青少年教養書咁普及，而且通常父母唔中意睇呢類書籍，或者認錯係導致現時親子關係唔和睦嘅原因。而家好多父母都希望同成年子女保持親密關係，不過呢種關係都好複雜，令人唔知點樣應對，或者應該俾幫手到幾遠。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卡爾德瑞克指出，父母同成年子女基本上係建立喺一種規則唔明確、界線模糊嘅新關係，呢對雙方都係一個挑戰。4個方法重建關係，雖然資源仲係稀缺，但一啲媒體試圖提供幾項原則，給為成年子女親子關係所困惑嘅父母。綜合關注高齡議題嘅 Aging Outreach Services 心理學媒體 Psychology Today 同大西洋雜誌嘅研究整理，以下係家有成年子女嘅相處思路。1. 重新建立平等關係。記得，孩子係蹣跚學步嘅嬰兒，聰明好奇嘅幼稚園小朋友，總想出外探險嘅青春期。習慣咗之後，佢哋瞬間變咗成人，可能已經有自己嘅家庭。作為父母，一切似乎發生得太快，令人難以適應變化，同我哋嘅新嘅孩子建立新關係。Aging Outreach Services 寫道，不過父母應該學習將成年子女視為另一個個體，將佢哋睇作係另一個較年輕嘅朋友，了解你可以同朋友講乜嘢，例如交流興趣同意見，給予鼓勵，唔應該講咩？例如對衣着或人生選擇品頭論足，唔應該做咩？例如幫手付所有貸款，隨時無預警上門拜訪等等。答案就容易明白。如果朋友拒絕你嘅提議，你唔會覺得太灰心。咁樣，如果孩子唔按你意思做，都唔會有咩大不了。2. 積極聆聽，由教導生活準則、道德規範、監督學業同事業，到坐低聽，對父母可能唔係容易。不過，同成年子女相處嘅方法係確保佢哋知道你聽到佢哋講緊咩，無論你同意唔同意講話內容。Verywell Mind 提供積極聆聽嘅方法，保持中立同唔判斷性，耐心啲，唔好急着填補沉默，提供正在聽嘅口頭同非口頭指示，做眼神交流、微笑、身體前傾等，問問題，反思對方講嘅嘢，需要嘅時候要求對方澄清意思，總結對方講嘅，表示你明白佢哋講緊咩。3. 謹慎處理金錢往來，
根據2013年克拉克大學嘅一項調查，金錢實際上係父母同成年子女之間關係衝突嘅首要來源。經濟同社會環境變遷，而家嘅父母同以往唔同，可能要幫助孩子學貸、買樓、日常開支，直至更大個。根據2020年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嘅調查，家有25歲以上嘅孩子嘅中年人中，高達一半仍然支付金錢嚟滿足孩子嘅日常開支。不過，財務規劃師 Mitchell Krauss 指出，提供支持同造成依賴之間只有一條細線。雖然冇一條準則規範父母唔可以支援孩子嘅金錢開支，但係要讓孩子明白要為自己嘅財務同決定負責。4. 好好規劃自己嘅生活。隨住年紀漸長，你可能會發現有啲任務變得更難完成，例如裝修居屋或打掃。喺呢個時候，唔好害怕同孩子求助，俾佢哋喺佢哋能力範圍內多啲參與。但係如果子女住得遠或者有其他原因唔可以幫手，年長嘅父母可以聘請專業人士處理，例如請維修公司上門、報名社區嘅備餐服務等等。關鍵係同孩子進行真誠嘅對話，努力協商對你哋雙方都適用嘅解決方案。如果孩子做唔到，你都要有能力自己解決問題。同理，亦都應用喺生活嘅其他方面，例如旅行、考慮去安老院等等。好多父母喺孩子成年後，就坐喺屋企等待子女安排自己嘅生活，呢唔單止會造成關係緊張，亦會失去生命嘅主控權，令人無法好好享受人生。結語：唔好將佢當作細路，而要當作人生嘅摯友。最後可以睇到所有嘅建議，都希望將子女視為摯友嚟對待，用尊重同理解嚟維繫關係。呢啲都係同成年子女互動中能夠感到幸福嘅元素。有時你可能會問，但係自己一直以來對孩子嘅付出，比起同朋友嘅關係多太多了，如今只能當好朋友，冇咗義務同權威，令人難以接受。事實上，我哋可以問自己，育兒嘅付出係出於心甘情願，還係一直期待等價或者入價回報？如果係後者，孩子對呢個投資案有冇選擇權？值得一提嘅係，如果能夠將子女、伴侶同父母視為朋友般尊重，界限分明，通常都會帶來更上一層樓嘅關係。呢或許係所有親密關係嘅秘訣。